第4集打猫。侧面的迄个手骨夹起来，手毛挂伫咧头壳遐，一对目睭溜溜臭臭，乌人洗过来洗过去，甲拖汤上乌明，讲话神经神经。我毋对，是一个囡仔兄。拖汤顺伊的手毛看出去，哈罗面有面结，坐踮石路头前的内埕，互一堆新兵衫围起来。迄个青面的头壳先碰两针，一对撩牙狗出来，细身大花行，换红面的来，同款是衫满咧，胸坎老老挂白骨，头扑高尖。撩牙同款狗出来，耳叶仔对拖汤，鸡仔闭出去，煞听到细声话。派你去邻舍，是要找永伯啊？哪会溜一个囡仔屁来？想当初古来台带领的兵将有25000人，甲遐个荷兰红毛电甲金死死，才甲台湾拍落来。大声讲话是开台尊王郑成功。尊王所言甚是，先王我迄时亲征南蛮，中原来之兵将个个骁勇善战，将汉文与史书五经传播南疆，将地自此文明开化。刷来是开疆圣王陈元公。上无你嘛找一个科技先，你甲看卖咧，规王进化到遐头前，头壳真讲的才有法度透啦。这是打鸟成风。听我甲代志讲透漏呢，我本地是要找一个汉草样的，我头想想的，肉身安怎样嘛拼袂过法律。有一个挂目镜的巧上天，读册读甲朴素朴，毋过身体敢会烂。来是民界保死嘛剩半条命，讨救兵袂当漏涉天机。杨大人恐惊配袂过手，囡仔较好参详呢。而且即摆囡仔台语又不得不切，我带来这位城头杰充实，毋惊运销飞车，名号做拖汤。哈喽讲，拖汤，你找一个假目的。讲话是打鸟土地公。毋是啦，伊姓郑，名明聪，大家拢叫伊拖汤的啦。哈喽讲，照讲是老大人才对啊！鬼用遐恶，叫囡仔来是要来送死哦。土地公讲，拜托呢，各位啊，我下过新任的假界去临舍讨救兵，骹步已经打错啊！恁敢知？现处是面向的人哦，是考，杀，时间遐尔逼，爱我去引一个勇的剑巧挂咬的，佮袂当漏涉天机，互人掌着，无可能啦！你有够憨慢啊！代志难三做。咱庙要互鬼王烧了了啊！观音大师，你是安怎拢毋出来？全是吵闹的声，正是一间庙千心不，一粒头狗的喙。卖吵，大家卖阁吵啦，小冷静一下，人都来啊，骂嘛无效。你看这个囡仔，遮尔啊古锥，得人疼，心内甲笑笑的。迄个温柔的声音，正做熟悉的面容，看啊行过来。青面的是千里眼，红面的是顺风耳，徛踮两边护卫。拖汤知影，迄是天上圣庙。囡仔，你免惊啦，我是打鸟妈祖，有我伫遮，你着安心。众神明甲拖汤围起来，神光轻柔美妙。哈罗软过神尊的空棚，行到拖汤的身躯边。Hello， 你毋是要带我去足远的所在佚佗？怎会搁伫咧大师爷庙？拖汤打头，感觉遐个扭挑、五鱼、白变明色。无毋对啦，你已经来到天顶的新民界，
甲涂骹面的人生离足远足远的哦。塔有，这是民雄啊！无共啦，民雄伫现代，大鸟在古早。民雄大人，大鸟是神明的圣经。哈喽，开帖互拖汤听。我毋管啦！我毋是要来进香拜拜做当机的啦，我是要去游乐园坐云霄飞车。Hello， 你甲我骗！我要转去找阿嬷，我要甲阿嬷斗，讲你是名骗人。拖汤亮起来，冲对庙门遐去。毋通出去，外口有鬼，生命危险啦！哈喽，袂虎甲拖汤挡落来，拖汤冲到三川门后部口，去互门神挡落来。毋过门是白车车，人是活跳跳，拖汤骹手尾扯，一日我囝都甲踹飞掉，门撒开，落入马骹，来到庙的外埕，大鸟的鸡仔。面向鸡仔煞无人，点睛甲。就伫这个时阵，拖汤感觉头毛烧烧，袂输顶挂咧倒砍。伊回头看，天顶的日头金光万条，怪怪咧。拖汤目睭微微，眯着日头内底一个物。伊学千里眼，甲手毛揢伫咧头壳遐，食光。啊鸟喂！迄毋是日头，是侧面了牙，头插两支角的大树牙。看伊直吐吐，甲鸡仔举悬，一条尾火都射对拖汤遮来，紧张，刺激！就伫这个危险的坎站，哈罗卡站落去，金身两悬。摊起身，车也捌迄款芳紧，用尾溜甲拖汤交转去庙内。哎哟，有够定！你甲我弄一个小大力啦！拖汤哀叫，叫你一名去怪我！哈罗随带拖汤入庙，门神随关起来。恁神明界到底是发生啥代？鬼王怎会走去日头内底？鬼王啊，伤傲慢。连阮神明嘛抓袂牢啊啦！你毋通阁行出去哦！无论是神也是鬼，若去互伊伤着，鬼王会本身脉真火，随甲你烧到火炭。哈罗面相歹起来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拄则险无命，好佳在惊着娘。敢讲我的裤去烧着，怎会闻着臭火大味？拖汤去望靠底，毋是你，这病才是啦。哈罗吐大气，拖汤感觉古怪，去找迄个臭火大味。落尾，伫后部口好面的壁倒角，发现一排好爷倒摊笑，四肢骹平直直，规身躯乌哒哒，完然烘过头的石棒。